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好好運動一隻單元咯。同歡迎老大家要看下來做運動哦。我係節目嘅老師羅元婷老師，一下呢我介紹兩位動講嘅助教老師哦。右手上嘅係玉婷老師，左手上嘅係靜怡老師。好，一下呢看坐定呢觀眾朋友我夾夾放起來了，我運動了，好，在我們師傅變到動態哦，哈，一下呢我做握卡呢，前一種卡穩的墊呢，像安尼有腳嘅有坐定呢，好，做唔嚟用折疊椅子哦，會折疊椅子會個腳卡唔穩啊，如果你坐上去的話，會容易傾倒或是傾斜，會容易跌倒，所以不要找那種椅子，我們盡量找這個有椅背的椅子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們要做強化核心。什麼叫強化核心？就是你的肚子要非常的用力。好，把你的這個腹部的力量呢，我們把它練緊實起來。我們行路的時候呢，肚子唔會按你鬆鬆垮垮，行路唔會駝背，要抬頭挺胸，肚子用力，行路擦卡後寬，卡車就應該走路有風的感覺。好，然後呢，來到抽到椅子的1/3的位置，好，師傅坐好了，來，老師請坐。好，我們這樣子坐了之後呢，屁股不要整個靠在背上，因為我們待會要做膝蓋，會不好運動。好，請你往前一點點，大概坐在2/3的位置。好，雙手往後抓地，雙腳往內往下踩穩。好，這個呢，你的雙手一定要抓穩哦。如果你太高或是太低啦，重心一不穩，你就會往前傾倒，這樣會有點不太好哦，會容易受傷。好，現在呢，我們要把你的右腳的膝蓋呢往上抬高，好，往下放。再一次哦，左腳我們交換做，這樣子我們膝蓋大腿的力氣才不會一直都是用在同一隻腳。對，好，然後呢，肚是用力了哦，肚是舉起來。腳卡起來，做得好，不用下來，彎腳咯，左腳上來，不用下來。注意哦，你做一隻動作的時候，背囊做唔得呢，做咩駝背，安尼就冇效果，安尼做冇效果，卡出掉誒，背囊打出來，係做得咯，好，右腳走來咯，右腳不用下來，左腳不用下來。肚子用力咯，再來右腳不用下來，左腳不用下來，加油哦！前面試到了，3、2，前面到1，好，也係右腳左腳搞彎，好，也係你雙腳了，雙腳要較難了哦，背囊要打出，雙腳要看下強強的。離開地板一點點，背打直，然後輕輕的放下來。好，如果你覺得呢，你抬不起來，沒關係，離地一點點，我們肚子要用到力氣的話就 OK 了。好，輕輕慢慢的做，一次一點點，不用太快，也不用太急，這樣子的動作會做不好，也會容易放棄。好，我們慢慢的來離地一點點，來往上吸高。肚子用力哦，好，慢慢的吐氣往下，好，一樣配合你的呼吸吐氣。吸氣的時候呢，腳唇上來，吸氣，好，吐氣的時候呢，一樣慢慢的放下去，好，背盡量打直哦，好，再來加油，吸，2、3、4，下，2、3、4，再來加油，往上吸，2、3、4，強強的不用下來，再來兩到最後誒，加油，1、2、3，吸，強強不用下來，輕輕一度咯，吸，2、3、4，下，2、3、4，好，又係第二隻動作，第3隻動作，前面一隻嘅，好，然後呢會讓你腿部的肌力再強化，把你的腹部再強化。什麼叫強化？就是在做更深層的運動，就是把你的腿拉長、提高。好，慢慢的放鬆下來。再一次，肚子千萬一定要用力往上，背一定要用力打直。這一塊，這個背部
好，腰部的地方要打直来，背部往上坐好，也不可以这样子凸出去。凸出去的话，会让你的腰部、脊椎容易侧弯，容易倾斜，往前倾就会脊椎侧弯。好，来往上，往回坐正，来左脚一样，小肩先点在地上，拉长你的腿部，膝盖、脚尖一直线。好，往上吸高，2、3、4，下，2、3、4，做得冇。好，来了右脚走落去哦，脚先伸出来，强强的往上抬高，先点回地上，踩回来，双脚脚跟也要踩稳地板哦。好，来右左脚再一次往前伸直，往上提高，往下放回，收回踩脚。好，再来4次哦，加油！前伸直，往上提高，点地，舒转来。好，做脚来了，亲密3度，唇膏，并下来，踏转来。好，右脚来了，亲密2度。肚子要舒好来哦，背囊要打侧咯，好，轻后一度咯，顺侧，徛过来，踏转来，好，对了，非常棒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放松了，来把你的双手往前抱。好，来你的肚子呢，感觉被人家安尼。揪起来，背囊弯弯，肚子弯弯，嘿，你的视线呢看到人的肚脐，并松人背囊，好，安尼，耳朵叶片呢吐气，要吐气，我们吐8拍，来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往外延长，再一次往后拉高，再一次的吐气放松下背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收回背，好，抓回你的椅子，椅背做起来，好，3只动作呢，我哋要来复习了哦。第一只动作係乜嘢？搞稳，去。7條搞穩抬高，好。第2隻動作2隻7條，第3隻動作1隻腳伸出，2隻腳伸出，一樣哦，要搞穩哦，好，腳的力氣才會平均。在我們1隻腳做個動作，我再穩另外1隻腳，安尼行起等下你行起來，行路嗰時會重心會歪一邊哦，好。來了，第1隻動作來了，搞穩，膝蓋抬高。1，右腳，不用下來；2，不用下來；3，放下來，加油；4，我們要做8個，還有5下，6下，這樣，背囊記得要打側咯，8下，好，準備雙腳咯，來，可以靠近一點點，讓你的腳啊，雙腳要靠近一點，才有辦法。夾緊的時候再往上抬高，腳打開了，安尼做唔得抬高，對，好咧，壓起來咯，好，壓起來了，強壓要上下要搞穩8度哦，來了，1度，並下來，2度，並下來，3度，加油哦，4度，並下來，5度，加來。6度，加油哦！7，不用下來；8，不用下來。然後第3隻動作呢，順側壓右腳，往上舉高，往下點地，收回踏腳，再來做腳1，抬高，點地，收回，加油，還有哦，加油加油，我們不要放棄哦，肚子要變小。就要不動作做唔得，不用鬆，嘿，做得。最後4度咯，吸，抬高，下，收回，3，抬高，下，收回，最後2個，加油，點地，舒轉來，親密1度，舒轉來。好，做完動作咧，我不用鬆咧，
来，两个手打开来，往前抱住，肚子飙下去，吐气放松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往外打开。再来，轻轻一刀，不用松了了。不用松，先抱住，再放松。让个视线会看到让个肚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打开来，做地不用松来。好，而家动作有要做嘞嘛？3招动作，有记得吗？好，来了。好，今日嘅动作呢就到这片了。好，下次再见喽。感谢大家，拜拜。